大家好，歡迎返到 Ediverse。今日我哋將探討現代中國歷史如何被政治扭曲，失去咗好似董狐咁樣古代史學家原始誠實嘅精神。董狐無所畏懼地書寫真相，即使呢個意味住揭露權貴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今日嘅史書亦都係咁直白冇歪曲，但係中國情況並非如此。我哋將從近代史中解釋4個關鍵案例。當歷史被改寫以服務嚴家時，會發生乜嘢？讓我哋開始吧。首先，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古老嘅歷史書寫傳統之一。喺古代，董狐咁嘅史學家堪稱傳奇。佢直截了當地記錄咗一位貴族刺殺君王嘅經過，毫不掩飾。董狐以秉筆直書聞名，佢寫趙盾弑其君，盡管實際弑君者係趙川，因趙盾身為重臣卻不討賊，反而另立新君，董狐才將弑君歸咎於佢。孔子稱佢為良史，因其真實不加修飾嘅記錄。歷史係統治者嘅一面鏡子，亦都係社會嘅道德指南。但1949年後，歷史成咗共產黨為其統治辯護嘅工具。馬克思主義主導，歷史學家變成咗黨嘅路線嘅捍衛者。檔案被封鎖，黨嘅決議設定咗官方說法，歷史從真理探索者變成咗宣傳機器。呢個好重要，因為擾亂過去會擾亂一個國家嘅認同同未來，侵蝕信任，阻礙創傷愈合。第一個案例，文化大革命，1966年至1976年，一場全國性災難，數百萬人受苦。文革結束後，出現傷痕文學，作家們公開分享痛苦。黨喺1981年承認其為毛澤東發動嘅浩劫，卻被激進分子劫持。但係隨住時間推移，故事被柔和化。2010年代，教科書將其歸為艱苦探索與成就。佢唔再係災難，而係毛澤東真誠努力嘅曲折，責任推俾4人幫，迴避毛澤東個人崇拜，輕描淡寫恐怖事件，年輕人學唔到教訓，建立文革紀念館嘅呼聲被忽視。呢個就好似強迫集體失憶。如果文革被淡化，咁下一個例子就被徹底抹去咗。1989年嘅天安門事件或6·4事件，嗰場事件影響深遠，學生同市民為民主抗議，最終以悲劇收場，傷亡慘重。但喺今日嘅中國大陸，佢似一個黑洞，官方說法只係模糊嘅政治動亂，好快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。政府將呢段歷史從書籍、媒體甚至網路上抹去，天安門或趙紫陽等關鍵字被封鎖，學校跳過呢段歷史。但係海外紀錄片、書籍同埋幸存者嘅故事描繪咗截然不同嘅畫面。天安門母親等團體仍在為真相而戰。2020年前，香港舉行咗大規模燭光守夜，係中國唯一記憶永存嘅地方。點解要抹去佢？恐懼，承認真相可能動搖共產黨嘅合法性，被壓抑嘅傷口唔會愈合，只會惡化。忽視歷史，注定會重蹈覆轍。現在傾談一國兩制，呢個係鄧小平關於香港回歸嘅構想，承諾50年不變咁實行資本主義、自由同高度自治。佢被載入中英聯合聲明同基本法，港人治港、司法獨立，早期被頌揚為天才解決方案。但係喺實踐中，佢已被削弱。中國議會不斷解釋基本法凌駕於地方法院之上。2014年，一份白皮書稱，北京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，自治權只係中央授予嘅。2014年雨傘運動同2019年反送中遊行被打上愛國支持嘅顏色革命標籤，選舉制度被改革，只有愛國者先至能夠參加。故事從承諾與信任變成咗主權第一，應對威脅。問下自己，單方面重新定義協議，佢仲係協議咩？呢種改寫為加強管控提供咗理由，
但係會損害香港精神咩？最後，2020年嘅香港國家安全法發生喺2019年抗議活動後，北京稱其為黑色暴力同安全威脅。該法禁止分裂國家、顛覆國家政權、恐怖主義。官方說法係從混亂到治理，再到繁榮。佢修補咗漏洞，恢復咗秩序，俾香港走上繁榮之路。媒體宣揚街道更平靜，經濟效益顯著，但其反面被忽視。數十個民主團體解散，包括天安門守夜活動嘅組織者。蘋果日報記者被判入獄，新聞自由受重創。人們出於恐懼、自我審查，產生寒蟬效應。官方盡述忽略咗人才流失、商業擔憂同埋公民自由受損。佢哋挑選數據證明繁榮，將批評者歸咎於外國抹黑。呢個係即時書寫嘅歷史，並非事實，而係宣傳。你覺得呢個好似係誠實咁講故事咩？綜合分析，呢啲案例揭示咗一種模式。喺中國，歷史唔再關乎真相，而係維護黨嘅統治。從淡化文革到抹殺六四，從重新定義一國兩制到編造國家安全法，都係選擇性遺忘、詞彙互換同制式翻轉嘅工具。趨勢係積極塑造未來嘅故事。佢哋甚至用法律對抗歷史虛無主義，即任何挑戰官方路線嘅觀點。歷史學家陷入困境，有啲人循規蹈矩，有啲人則喺古代史研究中繞住禁忌轉悠。好似高華或者楊繼成咁嘅勇敢者，因揭露真相而被禁。相比董狐時代，如今科技同權力讓異見變得艱難。真正嘅問題係乜嘢樣嘅體制扼殺咗正直不法嘅精神？總而言之，中國現代史學寫作已淪為黨嘅合法性擋箭牌。關鍵要點從批判淪為服務，操縱記憶，一切為咗維護權力。後果係民族記憶破碎，缺乏真正嘅和解，信任被削弱，但係真相依然存在。透過數位洩密、海外著作同默默嘅抵抗者，中國要繁榮昌盛，就需要有勇氣正視其完整嘅歷史，包括其所有缺點，允許公開辯論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自信。你點睇？政治亦扭曲咗你國家嘅歷史嗎？請喺下方留言。如果呢篇文章激發咗你嘅思考，請點讚並訂閱，以獲取更多深入探討。感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